大約幾十名大專學生同副學士學生星期六朝早喺遮打花園集會，佢哋着上用垃圾袋整成嘅畢業袍喺花園內聚集，寓意佢哋畢業後面對就業困難。有畢業生表示，由今年1月開始揾工，但到而家都只有幾間公司有回音，擔心冇能力還貸款。15萬唔係一個小數目，對於一個啱啱嘅畢業生。同埋我哋個月入咧平均收入都係得9500蚊咁到咯，咁同埋每季咧都要起碼要還3000蚊嘅，咁所以嗰個比例方面都 OK 高咯，咁所以令到我哋個負擔能力都好大嘅。大專學生權益連線召集人建議政府喺學生貸款方面加強支援，減輕佢哋嘅還款壓力。政府個借錢嗰或一個貸款裏邊，可唔可以減息呢？而家可能 nominal 係7.5，可唔可以減到6呢？另外就可唔可以係唔需要學生自己自動去申請延遲嘅貸款，由政府可以係自動免晒所有副學士或者大專生1年嗰個所謂延期嗰個貸款呢？陳偉強又表示，希望大專生能夠參與政府公布嘅大學畢業生實習計劃，提高佢哋揾到工嘅機會。ONTV 記者黎鳳霞報道。